今次嘅設計主軸咧，並唔係由我哋嚟主導嘅，其實咧就係由屋主咧一件好心愛嘅古董家私嚟開始。今日介紹天龍雙連單位，合共8房，2764尺，同獨立屋大細差唔多，但係就唔使行上行落，仲可以探盡樓盤嘅地理優勢。戶主對古物咧係情有獨鍾嘅，甚至乎買咗一批法國嘅古典家具咧嚟收藏。所以今次嘅目的咧，我哋就要襯得住佢嘅收藏品。不過一開始，戶主態度好強硬，佢堅持想用輕車風格，覺得優雅、有質感，又唔會太浮誇。到底中間有咩轉捩點，令戶主態度大逆轉呢？咁顧客嚟到我哋 showroom 啦，其實見到我哋嘅法式設計咧，就並唔係佢想象中嗰種豪華、古典、好 formal 咁樣。其實就會用咗好多唔同嘅物料碰撞啦、用色啦，去呈現呢種現代法式嘅設計效果。咁佢覺得咧更加多嘅可能性咧吸引到佢。而且法式設計同古典家私完美融入，亦係令戶主改觀嘅關鍵之一。法式風格嘅好處咧就係空間工整。咁我哋最重要咧就要做到3件事啦：對稱、分區清晰、有氣勢。設計師將電視牆同飯廳背牆做成對稱，令呢個長形嘅客飯廳有返個首尾呼應。再抬頭望一望個天花，花線配合燈槽，一層一層咁推進，由上而下，其實係呼應緊戶主揀嘅地氈，令空間連上下都做到首尾呼應。不過其實喺呢個空間入面，牆身、天花只係背景。因為真正嘅主角始終係戶主一家點樣運用呢啲家私去過佢哋嘅生活。打通咁大間屋，改動間隔就必須㗎喇。設計公司一定會叫你拆晒所有牆啊，剝晒所有嘢啊，咁啊梗係多錢賺啦。咁但係其實重點就係拆唔難，拆得啱咧先至最緊要。原先戶主想用最少嘅間隔改動，嘗試保留客房間隔，將4房改成2房，分俾仔女用。但咁樣做就會令各個區域變到東一忽西一忽，而且仲會變成房中房，生活起上嚟好唔方便。設計師將空間歸一，縮短動線，令每邊都有自己完整嘅功能。今次天龍主人房嘅浴室咧，就有佢自己獨特嘅一個設計嘅，有一個開放式嘅洗手盆啦。咁但係今次對於個設計嚟講咧，就真係唔啱用。咁我哋將主人房啦同旁邊嘅睡房咧打通，咁啊成為一間更完美嘅主人套房。原本開放式嘅設計會令空間望落唔平整，破壞法式風格嘅工整。設計師重新設計洗手盆區域，增加間隔牆身，牆身配合原跡嘅雲石紋 pattern， 多出嚟嘅客廁就改成衣帽間，灰色玻璃櫃面配合燈光效果，令日常襯衫嘅時候自然充滿儀式感。打通2個單位會涉及好多法律、結構安全嘅問題，客戶們梗係要揾一間更加有規模嘅公司，咁先放心啦。如果你都對法式美學係咁有興趣嘅話，不妨嚟我哋 showroom 感受一下法式設計嘅魅力。